加拿大關稅啊，墨西哥啊，中國啊，唔止3個喎。如果話俾你聽，以我即係我做得有啲少少國際視野啊嘛，或者領事我定我知一啲嘢嘅，不過唔可以特點講，得神深入。但係我知大細嚟講咧，全部夾手段嚟嘅。嗱，加咗關稅，佢真係真任佢加，即係唔傾偈啦，唔係有錢收，佢真係加關稅咯，加關稅咯。咁跟住嚟緊又再解釋嘅，喂，人哋乜通脹喎？一陣再講。嗱，加關稅，嗱加關稅，佢真係有啲人真係翻去中國，佢目的仲係加關稅，除咗佢加關稅，佢妥協嘅咪加關稅咯，咪貴咗啲嘢咯，大家買少咗啲嘢咯。咁又如果有啲另外有啲台積電台灣妥協啦，你冇加我啦，我搬去你美國度，佢又想搬啊嘛，佢想啲人翻美國做製造啊嘛，唔好去中國啊，唔好去印度啊，唔好去嗰啲國家做啊嘛，唔好去台灣做啊嘛，佢真係妥協。